早喺鴉片戰爭前，珠海呢條村已經打贏過英國人。呢度就係旗澳島。旗澳島位於珠江口伶仃洋重要位置，當時好多海盜同鴉片販都想佔領呢度。1836年，英國鴉片船隊企圖佔用旗澳金星門海域作為鴉片走私基地，仲想遭到100年。同年6月，馬基率領10艘嬰兒船向旗澳村放炮，村民中彈受傷，中市大宗祠同天后宮等建築都被炮彈擊穿。村民見此景，齊集天后宮前，祭個神，發誓要與侵略者大戰一場。蔡鍔就係呢場大戰嘅關鍵人物，佢被譽為神炮手，用清朝中保將軍留低嘅土炮趁退潮空襲敵船。最後英軍扯起白旗投降議和，並賠償3000兩白銀損失俾3元里抗英，仲早8年。村民用呢筆賠償修復被打壞嘅建築，仲鋪築咗呢條白石街，可以話係中國人民反殖民主義鬥爭嘅重要歷史見證。你睇牌坊對聯：旗澳未淪亡，拔劍請英同殺敵，英軍尋死路，丟盔棄甲拜兵徒。彷彿仲展示住當年村民捍衛家園嘅決心，昭告呢場戰鬥嘅勝利。打勝仗後，村民年年端午搞巡遊，抬住水潮爺爺、蔡鍔將軍祈福。呢個習俗中斷60年後，2010年又復辦啦。2020年1月，為紀念先人壯舉，高新政府以當年古蹟為基礎，建設旗澳抗英禁煙勝利廣場，用紅花岩打造嘅全長47米敘事浮雕牆，領導人嘅禁毒寄語石刻，大力宣傳居民抗英禁煙嘅光榮歷史。觀浮雕，憶往昔崢嶸歲月。瞻英雄，嚴禁毒意志在胸。正如島上廣為流傳嘅一句話：我哋旗澳人祖祖輩輩都認一個理，只有自己睇得起自己，才能讓別人刮目相看。銘記呢段歷史，唯有自強不息，方能告慰先輩嘅熱血與犧牲。